伫民行路619项通车典礼上，地方代表万丰宫特别设立这段社图，由市长黄伟哲担任主席，包括立委林俊宪等南区这个议员拢召到，共同祈求通车顺利平安，同时进行剪彩，场面相当热热。请剪彩。南市南区4至69之15道路工程正式通车。根据了解，这条民行路619项原本只是4-5米的计程道路，开伫地方交通迫切的需求，希望拍通到永兴路，同时拓宽到15米。对此，干务局经过多次计划变更，向营建署争取补助，包括用地征收，总经费2亿9700多万，市库都要负担2亿外，12号终于正式通车。交通的事情是不能马虎的，在市府有限的资源的前提下，我们还是要勉力为之，能够带给民众行的便利。那我们先拓宽之后的619项也就是南区的469的道路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边让周边的民众他们的行的便利，除了带来他们行的便利之外，让过往的民众他们的这个交通更顺畅，然后减少车祸的发生，这点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典礼最后，市长嘛伫地方信用中心万丰宫王爷起驾进行呼叫，一路祭拜，祈求道路平安。台南新闻，军事何超邦采访报道。